后来拍开这个人力网站要来找头路，小心唔通误入骗局。新北市就一个五线线上网来应征到一间车保公司短期的接送司机的工课。当初面试的时阵，对方保证讲会提供予伊车，想袂到职了后，煞要求伊就要来签一份贷款买车的契约。以50万来买一台市值无到20万的轿车，结果是有出无入，唔但无收到薪水，佫因为车的贷款的利息欠70多万。这个五线市来报警，告对方诈欺，但是对方一直闪，拢无出面。目前已经有20多个人来受骗了。要给我4万多的薪水，我都没收到，然后我还赔了，现在的贷款是50几万，然后已经累积到了70几万。话讲了真生气，因为五线市辛苦赚的钱，唔但无扣到，老本佮总部互一间车保公司甲骗了了。航空所的这间公司，摕一个月7万到12万这么高的薪水来请民众应征司机一个课，而且佮以公司来做保证会提供车。不过五线市到职了后，煞互要求爱贷款来买车。他说他是用公司车，然后要我先签这份文件作为借贷，然后离职后要把车子还给公司。他们是以我的名义人头，然后去签。当事人甲50万的贷款签落，买到的煞是价值无到20万的轿车。甲契约拍开，顶管写讲贷款罚单税金由公司来负担。若是公司无付2个月以上，员工会用的解约甲车退回去。不还的话，现在就是一直滚，目前是72万左右。对方让我签了本票，他等于是已经拿了那50万了，所以这50万要我付给车贷公司。事后，伊因为薪水无扣到，想要离职，不过公司煞压伊家己来负担车贷。实际来到位于台北市士林区的车保公司，可以看到现场大门深锁，而且人去楼空。他的信箱里面还有满满的信件跟未缴费的电费账单。已经很久没有车子在这边，他们有没有人潮在这边呢？目前这个先生已经报警提出告诉，不过因为车保公司的负责人拢无到案，专案已经移送台北的地检署。原本掠准只是做司机，想袂到煞来哄骗。根据吴先生的了解，佮有伫要挖20个人，互用同款的手法来诈骗。苏林分局嘛讲会继续来调查，要掠到幕后的集团。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